来。刚刚唔捌吼，我嘛唔捌，所以咱上到最后要来学习，咱正需求咱换一个吼。圣经内底讲有福气，这个信息是记载伫八福，对不对？圣经特别伫马太福音第5章的所在有讲到福气。圣经的角度，甲咱人的角度，有淡薄无共款吼。咱的福气。世间世上的福气，咱物质上有充足，咱会感觉讲安尼有福气，但是上帝的角度检测安尼，所以伫唱这首诗歌的时阵，希望咱会当用无共款的心情来看待咱的福气。伫诗篇第1篇。个所在嘛有记载福气，这个所在所记载福气是人安怎？人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道路，无坐苦慢的人的位。这所以上帝讲的，这就是有福气。所以上帝角度甲咱检测无共款，希望咱拢会当用种上帝的角度来看，咱嘛会当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诗篇第1篇的所在，甲就甲咱讲，行徛坐，拢爱合上帝的旨意，安尼伊才会当得到上帝的福气，特别是。即马咱要过年，咱拢大家拢爱得到上帝的福气，所以这个福气就是上帝要赏赐互咱的，希望咱共同来面对，今仔日咱
时就到遮，就暂时准备今仔日的礼拜。你们兄弟平安，请咱安静心来开始咱今仔日的计划。厝底若毋是野花起做伊个人就空空花，声甜若毋是野花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应醒。这是咱来为圣诗来一首，圣父上帝听指点，请咱起立念上首。
圣经来祈祷。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了在听效力。请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领我，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你出日落的所在，伊互你拢欢喜。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你决暗苍园满伊的沟，修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面当的怜悯，你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牛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来做帽来扛。咱就会压堂来祈祷。感谢上帝，使阮一切丰盛、稳定，阮承受主全部稳定甲祝福。天地地向你管，人过世是向你管，上帝主爱，伊就向大。阮一日24小时，阮每一个人拢共款有拥有，阮拢相共一日一日在过日子。上帝照阮的本性来照甲阮来完全。求主赦免阮软弱的命，除去阮理想的代价，阮面对世界大环境的改变，求主重新唤起阮希望的头。伫阮有限的信仰中，阮通体验上帝的灵，伫阮家己的逐工，加添阮的信心，来读书顺服，将阮的信仰先会通发挥更较好。上帝的真理，成做阮脚前的灯，路前的光。阮恳求主怜悯，身体健康，特别的兄弟，因为心灵需要主来去做，求主圣时来祈祷拥有主。福音的时间，有完课程，教会内部媒体、整体，拢需要合主的需要，求主来使阮智慧来引带教会，听来照管每一个世代。搁较侪人会当入捌主来去着丰盛信仰。阮感谢主，使阮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只是阮一声来着主家是祷文来祈祷。
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5章1节到14节，约翰福音5章1节到14节，请咱做伙来看。这个事以后，有犹太人的节期，耶稣就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郡油门有池，迄边来的窗口叫做迄时代有5个两笼，迄内面有青面摆开的，会高大的，侪侪个人倒伫。伫遐有一人患病30年，耶稣看见伊倒，知伊的病已经久，甲伊讲：你爱医得好无？患病人伊问讲：主啊，水紧当时，无人通扶我落池，到我来的时，别人来先我倒去。耶稣甲伊讲：起来，掠你的锅仔去行。迄人即时好，就掠伊的锅仔去行。迄日是安息日，犹太人就甲得到医好的人讲：今仔日是安息日，你掠锅仔是毋合宜。若是伊应讲，迄个医好我的，甲我讲，掠你的锅仔来行。伊问因问伊讲，甲你讲，掠锅仔来行的是甚物人？得到好的人，毋知伊是谁，因为耶稣已经去别位，是迄所在的人多。后来耶稣伫院里拄着伊，就甲伊讲：你已经得到好，无得搁犯罪。行了你拄着搁较差，上，只是今仔日就会好乐利用家己，好乐。
今牧师倒牧师要甲咱讲道的题目是：主会通改变人生。日即大家平安。人出世了后，有得改变，所以无论父母也是长辈，拢互拄出世的人有一个好的环境，因为好的环境通常会当互人变做愈来愈好，包括好的教育，包括好的照顾。毋过，这外在的条件无一定保证人的性命愈来愈好，因为人生的中间有一寡问题是外在也是个人的困难是无法度改变。所以真简单的道理就是，也是咱的性命拄着问题，身体顶面有一个无爽快的所在，甲找医生，那病人无接受医生的建议，也是医疗，人通常无法度好起来。性命真大部分的状况，拢是人靠家己就会当活下去。毋过，咱拢是相信基督的信，基督徒，咱知影性命爱伫上帝手中。会当变做愈来愈好。今仔所读的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犹太人的传统有三个大的节期，包括一个大过节、乌旬节以及打列万节。照着传的规定，囡仔赶伫耶路撒冷20公里以内面的大部分人，拢爱去守这个节期，代表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民族。我所读的圣经记载，有一个所在叫做必须代，必须代的意思是怜悯的厝的意思。这是一个互人得到永望的所在，因为病人会当伫遐得到医治。圣经记载讲。迄内面有饲年的、摆卡的、胃骨打的，侪侪病人倒地，天后水叮当，因为有时天使对天顶落来，雨水叮当，水一直叮当，头一个跳起来，无论什么款的镜头，拢得到治好。咱看到伫遐有一个人破病38年。倒底无法度顶当，这是真艰苦、真痛苦的一个人。这个人只有一件代志，就是伫遐跌倒。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可能有人甲伊讲，你看。这个人已经破病真久，实在是真可怜。希望有机会得到医好，不过伊根本无法度顶当，所以逐摆拢死无人。有人比伊搁较紧，伊是一个。无外靠、无朋友的人，因为伫遐大家拢是一严重的病人，连家己拢顾袂好势的家己，所以根本无人有时间去甲伊帮衬。伊已经坐伫遐真久，想要落去，却
无才调，嘛无任何人愿意甲伊帮衬。若有，伊就毋免等到38年。咱相信即个人应该是无啥物朋友，若有，早就已经甲伊帮衬，甲伊等落去。对毋是？圣经记载，伊家己讲，水顶动的时，无人通扶我落池；到我来的时，别人带身我落去，我有机会互人抢走。伫迄所在，无论若是只有伊一个人，搁有其他逐种的别人，无论是应该去挂眼科的青年的人，还是应该是挂骨科的掰卡的人，拢总一句，其他别人的动作，拢比伊搁较紧，快一步就。所以伊里面爬去行，拢无力。咱会当想象，即个是一个弱势中间的弱势，真正是真害的迄位。伊毋是干那好命，亲像咱好命长辈同款，伊有惊开车带伊去看医生。嘛，毋是台湾社会内底经济上较好的家庭。有外劳杀伊去散步，伊可能甚至轮椅也没有。无人甲伊帮衬，连一个嘛无。伊是非常无助的人，38年就安尼艰苦甲孤单。38年，其实对人类坠落了后，死亡这件代志就临到世间所有的人，包括你甲我。死亡毋是干那人类的结局尔尔，伫人类行到死亡的这个过程中间。人类得爱面对真侪的挑战。当死亡真正临到的时，就毋免去交战，毋免再挣扎、回家，因为一切拢已经结束。时间若到，就无阁有机会反悔，嘛无法度重新搁来做。人类的状况实在是真可怜，所以人需要上帝的怜悯。伫这段经节内底，圣经用倒第一样温馨的人来形容对人类的处境。彼处代的意思是一个怜悯的所在。特别是别人需要怜悯的心去照顾。圣经记载伫走廊有真侪别人倒伫遐，有失明的，有歹脚的，有肝心不遂的。咱拢知影失明的人，伊的目睭啥物拢看无啊。上基本的生活嘛无法度，行路嘛无方便，世间的一切因拢看无。其实现代人嘛差不多是安尼。咱大家虽然有目睭真自由的看。看电影、看手机、看股票，
看电视节目，总是人类的目睭，敢若看到的是家己的欲望尔。人类有目睭，无一定看出上帝的事。现在现即是咱伫人类，也是包括咱本身是伫属灵顶面有痴迷的问题，是无法度看见上帝国怎样伫地上显现，看见上帝国怎样伫恁的家庭中间显明上帝的形象。搁一步看袂出教会伫地上的职业，也看袂出人本身活地的目的是啥物。搁有就是有世间人，嘛有侪个人外表真活泼、真健康，逐工拍走伫佚佗，总是迄个人内心可能亲像摆骹的共款。骹的目的是爱行落去。上帝已经指示世间人爱行的路，指示世间人一条好的路，就是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相合行。毋过人原本就无爱行公义，也是讲人根本就毋知影啥物是公义。咱社会讲的公义，敢若是公平无公平尔。别人的囡仔得着奖品，我的囡仔无，我就感觉无公平啊！逐项拢用感觉来看，啥物是公义无公义，其实是我家己决定。即款的人，伊根本毋知影上帝讲的公义是啥物款的。伊行公义的顶面，伊绝对是摆歹的，因为根本行袂出上帝眼中的公义。搁有一款人亲像花果搭鞋，我所读的经节内底有花果搭鞋。伊虽然看起来好好的活地，毋过伊是有破病的花果搭鞋，活得亲像死人相款。人为什么性命变做亲像花果搭？咱伫教会内底可能真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人无领受提升生命的力量，就欠缺生命的动力。世间人有真侪个人有缘找袂到伊活落去的啊！伫犹太人律法的中间要求人爱遵守安息日。毋过，对于看病的人来讲，搬伫艰苦的人中间来讲，安息日根本就无啥意义。你想看卖，安息日看病的人连倒伫涂骹要休困，拢足艰苦的，时时刻刻爱面对死亡的威胁。虽然是安息日，对破病的人来讲，伊哪会可能安息啊？伊逐工拢受得受苦，真毋茫看到一点仔光，天后深夜紧仔眠觉。破病的人对即种犹太人宗教的安息日是无法度解决人的问题。敢若礼仪无法度减轻人生命中间的痛苦，连倒变种
爱受红友谊这种的担当，但伫伊的身上，互伊怎么样？雪山加霜。红友谊本来意思是互人进入上帝设计的红球，结果变做搁较大的困难，变做危机来遵守，安尼是足忝。圣经记载，耶稣愿意出亲近，愿意帮赞无人要帮赞的人。耶稣愿意甲孤单的人做朋友。耶稣愿意受排斥的人斗阵。耶稣看见迄个人，就知影伊的困难。耶稣开嘴向伊讲：“你爱得着好无？”听起来，这实在是一个真好笑的问题。当然是要得着好啊，不是废话嘛。不过，这嘛是一个真实在的问题，因为迄个人已经倒地38年久。我会当问超过38岁的人举手。你想看卖38年倒数上去，你是怎么过的？38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你这个人已经38年久，可能心已经绝望，啊，甚至有可能你感觉较早死较好。嘛，真有可能，迄个人已经真习惯做别人，已经惯性。如果伊得到医好，伊就爱起来负责任，爱面对家己的性命，爱面对家己的担当。无定着，伊已经无真正盼望得到医好。大部分的人想讲看病是一件无快乐的代志。第一，看病是真艰苦。第二，若是我看病是真无方便的，有可能爱麻烦着别人，互别人真，我感觉足歹势。需要别人去帮忙照顾，咱台湾人足无想要麻烦着别人。人甲人本来应该互相照顾，不过咱知影这个世间嘛有一寡的人是直直滥用别人的爱心，其实家己会当负担的，伊却真意爱互别人去照顾，所以人的疼心愈来愈安怎变淡了。社会内底大家拢无信任，若是人直直想要别人来照顾，人无要站起来去帮衬别人，其实伫生命中间是我着中断。人应该是盼望家己无搁软正，紧站起来，去帮衬别人才对。迄时代即位看病38年的人，伊毋是安尼，伊是真正想要得到医好。圣经有讲，伊无机会。伊需要关心，需要帮衬，需要得到医好。而且耶稣用真谛的问题，甲伊问讲：你爱得到医好无？中文翻作你要痊愈吗？耶稣并毋是问伊有决心改变了无？耶稣嘛毋是问伊医学上的
会财帛，安尼会则以后有可能无？耶稣直接问伊讲：你爱好起来无？这是新的大机的翻译。这人心内可能在想，为什么问我安尼的问题呢？因讲现起啊，水顶动的时，无人去帮赞我跳起，意思是讲，你安尼问我，到底是啥个意思？我当然想要得到以好，毋过有机会嘛。这个故事内底，咱看见耶稣医好人的条件，接受耶稣医治的最要紧的是，爱有一个真强烈的就是我相信我无可能，我已经受过38年了，毋过耶稣仍然愿意拯救我一定医好。所以耶稣问讲：你想要医好无？迄个病人回答讲：等我想要落去的时，安怎？别人较赢。意思是，我想要医好，毋过讲无即个材料会当强医。耶稣安怎回答？耶稣对伊讲：起来，举你的跛去行。圣经记载，迄个人随时好起来，就举伊的跛去行。迄天拄啊好是安休日，若是受安休日，代表啥物事拢毋通做。安尼，即个判病38年的人，实际上无机会得到医好，嘛实际上，伊逐工拢在想，得为着安休的安休日。迄天，伊拄着安休日的主。迄天，伊伫礼仪、伫规矩、伫律法的中间，看见伊敬拜的对象，伊得着对天顶来的恩典，伊比记前好。耶稣甲伊真简单三个有力的命令起来，举伊的跛去行。首先，耶稣命令伊起来，起来做啥物？起来去接受，起来去做本来无可能的代志。现在我吩咐你去做，然后起来了后做啥物？举你的跛去行。耶稣无，互迄个跛犹原留伫原本的位，想要互即个人无阁有机会，倒去倒伫遐伫困啊！你起来，提走你的转脚去行。对待以后，伊无阁需要人甲你怎么讲？迄个人毋知影耶稣是啥物人，后来伫圣殿，佫一摆拄着耶稣，你想看觅，这个人至少有38年无去到圣殿敬拜上帝，伊应该是好起来了后，随时就去圣殿。耶稣拄着，佫一摆拄着伊的时，讲一句话讲：你已经得着好，无伫佫犯罪行了，伊拄着佫较惨。答案可能稳重伫遮，原来的38年的痛苦，是甲即个人过去的性命的罪有关系。
亲爱的弟兄们，这个故事对咱有啥物意义？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有拄着代志已经困惑咱真久的无？伫你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想要改变，却直直无法度改变的问题无？我想可能大家拢有需要勇气去面对。有可能有真侪代志已经困惑咱真久，虽然想要得到医好，却无法度，无人愿意帮咱。可能有一件代志已经影响咱真久，咱已经本来想要改变，却拄着困难，无法度改变了后，可能已经想要放弃，比较绝望款。假使有即款的问题，假使今仔日安秀一个主临到阮中间问你，你想要改变无？你的回应是啥？亲爱的弟兄们，若是咱非常满足现在的状况，咱就袂会有改变的机会。若是咱已经面大无想要改变，咱的生命就无可能改变。耶稣命令迄个人起来，耶稣对迄个人讲：你需要决心去做你本来无法度做，你想要做却无机会去做的代志。因为即摆我甲你斗阵去完成，同款上帝也想要改变阮的生命，你愿意互耶稣来改变也无？上帝恩典若临到你甲我，当咱认捌上帝，嘛认捌家己有限的时，愿意倚靠上帝的时，事业就会发生。事实上，耶稣命令迄个人去做一件看起来无可能完成的代志起来，行你也赶去行。第一项，伊就无可能起来啊。第二项，耶稣命令伊讲，行你也赶去行。迄个人其实会当用埋怨的口气讲，38年拢是迄个他抬着我走的，现在你要我抬着他走，这有什么道理？38年都是我被他带着走，耶稣，你现在命令我起来把他带走。迄个人无怀疑，嘛无甲耶稣辩论。圣经记载，伊就随时顺探上帝的囝的命令，甲耶稣斗阵完成这个奇妙的事。现在兄弟姊妹，伫这个世界中间有真侪代志，互咱失志。假使咱有坚定的意愿，有决心去努力，虽然有时感觉真绝望，不过当耶稣的气力临到的时，咱就会当得到改变的机会。有一间教会，因拜过有一个通宵的祷告会。这个教会的祈祷会是规年拢在祈祷的聚会，毋是干那半点钟、1点钟迄款。迄个祈祷会的程序真简单，一开始就是兄弟姊妹组织，用热心、有热情、信心做伙去敬拜上帝20分钟左右，然后牧者就宣讲上帝话。讲道的内容大部分拢是甲信心祈祷有关系。短短讲道了后，分组就
做伙抓着上帝话语来祈祷，毋是大家顶个同家祈祷尔，是非常直开喙祈祷，迫切地祈祷。了后就进入正式的祈祷会。首先是个别祈祷的时间，全教会拢为着看病的兄弟姊妹而祈祷。无论是拄着是灵魂的问题，还是肉体的病，看病无爽快，即个教会内底所有的人拢想要伫上帝的恩典中间。提到上帝面前得到意义，所以伫教会所设计的就是伊将伊需要代祷的代志写来，然后伫迄个祈祷会中间提出来，放伫迄个讲台的头前。牧师及长老就一个为迄个需要的人换手伫祈祷。迄个故事真正有记载。每一摆拢发生真济人得到上帝的恩好，伫基督会的中间，实际上经验到上帝是真可活的上帝，互全教会的会友信心拢敬天。其中有一个姊妹，伊本来是迄个肠胃无爽快、溃疡。迄个故事来记载讲，伊连吃粥都有困难，严重到差不多要住院。医生甲伊讲，但是继续迄个变化，真有可能变做胃癌。所以这位姊妹逐礼拜拢来到祈祷会，迫切地祈祷，把以后请下弟姊妹替伊祈祷。伊心内讲，若是我治好起来，我一定爱为主做见证来。所以以后，伊就摕着医生的证明，迄个证明书，摕来互兄姊妹来分享，讲伊真正得到上帝的医好。迄个故事记载，迄个姊妹得到上帝医好以后，迄个内心一种欢喜，一种愿望是隐藏不住来形容。若是肉体上需要祈祷的上帝愿意医治，连内心的创伤嘛得到医好。迄个故事记载有一位兄弟，伊自细汉就受到父母的拒绝，虽然已经长大变做有成就的人，不过伊内心有一个真大的创伤。伊参加祈祷会的时，伫迄个敬拜中间，上帝互伊受到一段真艰难、真艰苦的回忆。这段回忆是已经早就已经过去了。毋过伫祈祷的中间，这位兄弟经验到上帝医治的手，甲伊抱起来，抱起来。伊本来是单纯为着家己的感冒想要祈祷的，无受到上帝，互伊受到早前受到的伤害。伊讲，伊以前伊受到家己父母拒绝的痛苦，互伊即个80年的中间，甲父母的关系拢无好。伊伫外口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正常人，毋过伊内心是真自卑的。但祈祷会中间，上帝对伊显明上帝疼的时，伊经验到上帝医治，享受完全的平安。耶稣盼望伊的囝子伫地上享受健康幸福的人生。阿们。无论伫肉体上的、心灵上的，咱受困绑的、无自由的，拢会当提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求耶稣医好。耶稣问讲：你爱得到好无？
别人回应讲，我想要得到好，耶稣命令伊起来，行你的坡去行。这人得到医治，是对伊行伊的坡去行的时开始。当伊领受医治的文件听起来，迄阵伊就得到信心的得胜。当时耶稣医治这个破病38年的病人，今仔日耶稣嘛对咱提出一个医治的邀请。当年耶稣会当医治一个破病38年受苦的人，共款耶稣今仔日袂使会当医治咱的病一切的痛苦。有圣经有记载，耶稣是早日今仔日同一样的上帝。就咱愿意将家己的困难交互伊，伊就会互咱得到医治。凡信是阮中间来做工，阮会当看见今仔日的工作了后，上帝光照起来，咱就来想，看见到底倒一部分需要上帝的意义。到底咱的性命倒一部分是亲像摆卡的痴迷的？当耶稣讲命令咱听起来，也我的花去行时，我就随得到医好。求上帝帮咱，会当领受对天顶来的福气，请做位来祈祷。特别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伫福音册内底看见耶稣愿意帮咱受苦真久的人。耶稣无气杀伊，耶稣看见伊，而且主动去甲伊帮咱。嘛，即个对话的过程中间，搁较了解耶稣愿意帮助迄个人，互伊讲出。主啊，我爱得到以后，就伊将这份的信心输出互拿到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当不少的兄弟姊妹来到伊面前，谦卑受真。主啊，我这个部分就是需要上帝的意志。主啊，你一定看见，嘛一定命令因也伊的破去行。愿上帝帮咱，互阮搁一摆来领受天顶来各活的困难，伫教会、伫社会、伫家庭来见证上帝是永万华的上帝。我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谢牧师正道，这是咱来回应上帝话。圣诗319首，圣诗319首，心内颂扬的人有福，请咱起立吟全首。
来报告。今仔日东港的事况，请咱来家己看。伫下礼拜就是2月11号，主日时，由询问律师司会罗建议，因而事情是稍使用交代书面是社会里，毋确定献花是花会厅，会前的领唱是林志珍，献诗献歌队音控林玉英，台语甲华语的新闻处理咱拢暂停。所以后礼拜是连下礼拜，时间永远是9点半。2月11，9点。2月10号是新春礼拜，是拜六，所以咱是9点。11号是礼拜日，所以是礼拜是9点，9点。司会人数甲奉献，请咱来家己看。伫本会消息，下晡1点半要召开定期的中执会，请相关的同工有心参加，也请献歌队的队长来出席。伫本会定日2月14、3月2号、3月9号，下晡1点到4点半，要举办小组长的初阶的训练。请咱到公报栏来填写报名。定伫3月23、3月30，下晡1点到4点半，要举办联合式组的密集训练。咱来到公报栏来报名。2月10号拜六，新春的清晨礼拜是上午9点。礼拜日也是9点来举行，欢迎是学生史肯恩同学对本周开始教会来开始实习。过年期间2月10号到14日，南高路甲109路双向管制有登记通行证的兄弟礼拜煞，请咱教师来领这个通行证。教会青少年制作一个迎新年环保咖啡渣的福袋，一家有一个，来祝福兄弟姊妹新年快乐。咱关怀凯德第一行陈佑廷先生就是云林姊妹的先生，拜六当场意外来报道，身体有真济挫伤甲伤口，目前伫厝内咧休养，请咱兄弟姊妹为伊带倒。伫厝内咧调养的兄弟，大年兄弟，请咱一同来扶持，这兄弟姊妹一切祈祷，也为着教会1人1礼拜堂甲3人1礼拜堂整件祈修来奉献，甲带倒。奉献的报告假使有平淡，请咱向会计出来来验证。苏伟涵补充。感谢大家平安。平安。我来补充一件代志，要补充进前咱来介绍后今仔日咱是纯真姐妹的查某囝张佳琪姐妹来甲咱来中间，陪妈妈来南港教会南港教会咧嘛，今仔真欢喜，能看到你陪妈妈，妈妈拢住在南口的所在，嘛参加咱的相应团体，特别参加咱欢迎。来，咱来看一个，这个林州国顶管写无清楚，有书拢口头讲一下。来看这个清城礼拜过来这个拜六，就是咱今仔这个拜六，这个拜六会早起9点清城礼拜，新春感恩礼拜，拄好过转工嘛是礼拜日，拜六拜日咱拢有礼拜，只不过时间是9点开始，拢一场。台语场、华语场拢做阵联合礼拜，请咱注意。
这个周报顶悬吼主理的所在，咱即摆拢有加主理的这个栏位出来，就是要兄弟姊妹知影讲，即礼拜后礼拜是说人主理，因为咱即摆有两位牧师，两位牧师来伫遮做团队事工，所以2月应该是10号是杨牧师，2月10号咱的新春感恩礼拜是杨牧师，过两天是卓牧师是倒牧师，是倒牧师，即个他写唔对去咱家己小注意一下所以是星期礼拜是杨牧师来讲道，过两天卓牧师讲道，拢是9点爱记而且咱才有关节，我有去甲即个李长来考即个通行证伫咧后面，然后登记的兄弟姊妹先优先拿若是属你袂去登记若佫有剩若佫有剩一寡通行证麻烦你问了后会当摕，咱就来摕会当甲通行证来摕因为咱头前遮拢有关节有人讲咱摕圣经互伊看都会使是有影嘛是会使甲讲我要来做礼拜的周报都看，我要来做礼拜，毋是要去遐拜拜咱嘛是会使试看卖试看卖敢若以前捌安尼过只不过就是有警察可能会较严格，讲会使是会使所以咱嘛爱照即个规定伫咧后面今年牧师都有加摕10分钟加摕10分钟，应该是有够应该是有够所以请兄弟姊妹注意即件代志过年的时阵毋茫咱青色礼拜拜六来做青色礼拜，过两天做主日的礼拜我佫讲一遍青色礼拜是杨牧师主持咱过两天是倒牧师主持所以咱佫提醒咱佫来就是咱即个新学生咱的新学生即马伫咧即个主日学遐咧事奉伫咱一个花语场来做礼拜即位即个真少年的新学生拄考调来研究所1年级新学生叫史肯恩史肯恩伊嘛是牧师囝牧师囝献心来准备做到遮所以咱特别为伫倒伫即几个月的实习会当得到侪的收获。再来第7点就是咱青少年特别制作一个咖啡袋咧互兄弟姊妹过年伫遐送礼物安尼一家一个所以咱一个伫个招待桌遐咱就会当摕讲一个一家人一家一个安尼来摕这是咱青少年做因昨日昨拢有做即个活动，伫咧咱教会，住伫咧咱教会内面伫2楼的教室，对口早一直到过两天下晡，大家伫遐咱进前的新学生嘛来斗3工，所以感谢主一切毋茫讲咱会当透过这青少年无共款的活动，因会当搁较凝聚，毋茫讲咱的青少年诚做以后教会的调酒来帮助咱继续宣教的继续进步。关怀大道的部分，请咱就家己来搁看一遍即个云姊妹先生即个写落来讲你为了修理整理即个家器，也迄铁的铁去失去重心而写的，胸口有动着，较早是还好，较迄个无法度天，衫裤较轻，所以就用布来甲补起来，医生有来补起来，继续用来治疗，保守锻炼。好，以上安尼来报告。咱即摆来看一个影片，即个影片是咱顶礼拜倒牧师就任的剪影，互咱回味一下，咱来看一下。在左边，它的在左边的。声音在左边，左边的绿色，贴纸的第一个，贴纸旁边的第一个。这是
咱中会来主持的吼，咱有信管局啊，搁有地方教会神农区的牧师，啊，即马这是中会议长来使用。咱麦子剧团演一个戏剧，啊，这牧师特别要求吼，讲爱演这个戏剧，啊，代表牧师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心情。牧师的就任词，马来福音28章19、20、20。是牧师社词吼，代表教会。最后，咱中会这个就任的牧师拢最后会祝祷，这是所有的牧者、牧师来到咱的中间，将尽善内力。过来，做牧师的亲情的朋友，和咱教会兄弟姊妹大合唱。迄天差不多，咱有得我100位的兄弟姊妹来参加。这是我看过就任的同齐的兄弟姊妹，咱拢真好，来教会伫遮来参加，做伙来参加。这是牧师的团队。这是咱去讲翕的哈利路亚。所以，你都爱去互万民做我运道奉爸囝信心命的物件，所以我所吩咐恁的，恁着爱照安尼来行，到世界的落尾。好，咱伫遮佫一个拍鼓仔，来欢迎啊！感谢感谢你们，各位感谢大家咱的中间，好，以上。咱来看今仔日的经句。约翰福音5章80到90，咱做伙来读。耶稣讲过，越我名，人是好，就越我名。是来上扬510首，上扬510首，毋是说请牧师祝祷，请感动，佮你众人三合一的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错。